台海局势紧张，咱国军加强训练。透早一个屏东九平基地操演海空精准飞弹试射，派出爱国者2型、天警3型来查这敌军的战机入侵。咱做伙来看。伫透早一声正大响，爱国者2型防空飞弹直接飞去天顶，将日机混燃。 沿着炸动的路线，直接射到目标。飞机拖放标牌，高号爱2飞弹正在节节的停驶，射关30公里，射程差不多160公里。负责执行中关高山防护任务，上列对待接纳敌方飞弹的情资，所属距离上远会能到252公里，同时追踪100个目标，用水平乱击将目标炸落。爱国者他系统本身的电脑解算，以最优越的接战成功率。 选择发射架，中空医生产工作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，也是空军的防空主力，射关45公里，射程200公里，会当炸定翼机、巡弋飞弹、反辐射飞弹，也有随时发射的能力，会当执行全方位的炸动任务。那这一次因为讲求实战化，那部队于单位连长收令后，即执行机动作战命令。 海军飞弹顺航舰班超军舰，是伫高峰基地外海发射标准1型防空飞弹，射到北标。国军主要注重伫咧去中心化指管，指挥权放予连长，由单位独立作战。以状况诱导的方式来做一个击杀链接战程序的一个演练。另外也传讲，这边有发射上升飞弹，射程1000多公里的极机密的飞弹，不过国军并无证实。 因为国军这边射飞弹，中军就派中共的电子侦察舰出现伫咱外海。敌方所采取的各种侦查或者是侦测的措施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反侦测的手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